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星期天发表了一份有关东突厥斯坦的白皮书，在从宗教、历史、文化等多方面为其在东突厥斯坦统治的正当性进行辩护，否定维吾尔人的历史和文化，称维吾尔族信仰伊斯兰教是统治阶级强制推行的结果，而新疆从汉代开始就已纳入中国版图。中国的这份有关东突厥斯坦的最新文件还说，维吾尔人不是突厥人的后裔。东突厥斯坦新闻中心主任卡拉卡什在一份声明中批评中国当局的说法。他说，中国共产党政府在东突厥斯坦犯下的罪行继续下去，现在他想要消除东突厥斯坦的所有价值观，让所有东突厥斯坦人民都像汉族人一样。中国不能教会我们自己是谁，幸运的是，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和强迫中国人建立长城的英雄祖先。为了推行同化政策，中国政府将为自己的利益提出一切。我希望没有人会理会中国的荒谬主张。我呼吁各方团结一起反抗中国当局的游戏。中国当局继续在东突厥斯坦大规模任意拘留。与此同时，来自东突厥斯坦的数十万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以就业的名义强行送往中国内地。但是，中国鼓励汉人移民到东突厥斯坦定居。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一段视频中，一位名叫刘振珠的汉族人说：“我听说，如果你来新疆，你将拥有免费的房屋和土地。我来到这个地区，得到了我新房子的钥匙，我在等待免费的土地。”动荡不堪的委内瑞拉，包含首都卡拉卡斯等地区在内，今天再度出现大规模停电情形。美国当局称这是遭到电磁波攻击所致。今年3月初，委内瑞拉曾经历持续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的停电，超过一半地区数日内多次完全停电。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事后表示，停电原因是古里水电站遭反对派蓄意破坏。早前有消息显示，美国海军在波斯湾使用最新的反无人机系统，击落了1000尺内的伊朗无人机。而现在就有最新的消息，就是美国国防部证实，一架定义无人机靠近霍尔木兹海峡时进入威胁范围，因此才使用反无人机系统来击落目标。美国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证实，一架定义无人机进入一个威胁范围内，因此使用了一种名为 MRZR-L-MADIS 的新系统，将无人机击落，这是采取防御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可以在1周内结束阿富汗战争。如果我想赢得这场战争，阿富汗就会从地球上消失。但他同时表示，我不想杀死1000万人。特朗普说，我们已经在阿富汗待了19年了，这太荒谬了。如果我们想在阿富汗打仗并获胜，我可以在1周内赢得这场战争。我只是不想杀死1000万人。那对你来说有意义吗？我不想杀死1000万人。